Yo，我係石玉秀。今晚我同齋姑上海之旅去咗一個酒吧睇黃浦江同埋陸家嘴嘅夜景。我哋喺網上揾咗好耐，終於揾到呢一間性價比超高嘅酒吧，個名叫船長酒吧。呢間船長酒吧藏身喺上海外灘百年建築入面嘅6樓黃金位置，有80年歷史裝飾主義風格嘅建築。喺2001年改成青年酒店後，依舊保留住老上海建築風格。喺6樓呢一度，船長酒吧延續咗航海主題，室內用原木甲板、船艙沿窗、救生浮圈做裝飾，床上掛住舊海圖，連吧台都似船長指揮艙，坐低好似登上一隻船泊在外灘復古郵輪。喺露台嘅位置遠望黃浦江璀璨燈火，視覺效果真係冇得頂啊！其實呢間餐廳嘅位置都幾難揾，但仍然吸引到唔少不同國籍嘅人聚集喺度。閒閒地，我哋喺呢一個露台聽到10種8種不同國家嘅語言，氛圍超國際化。莫非呢一個就係上海嘅特色？我同齋姑坐喺露台其中一張台。當晚天氣確實係有點凍，但我哋都坐咗接近2個鐘，而且點咗2杯飲品及一個芝士拼盤，慢慢品嚐黃浦江璀璨燈火。住講嘅就係食同埋飲品。首先嚟嘅就係生火腿肉拼芝士嘅一個拼盤，火腿鹹香得嚟又有點油花，配搭4款外國進口嘅芝士，再配埋呢個麵包果醬，份量係超多，一路食一路送酒，基本上我哋2個都食唔晒。眼前呢一杯係荔枝馬天尼，荔枝味好香好突出，酒精濃度唔算高，入口順滑，我覺得女生一定中意。另一杯係冇酒精嘅椰林飄香，椰子味超濃郁，冰涼清爽，唔飲酒嘅朋友都可以放心點。配上咁靚嘅夜景，攞住杯飲品打下卡，簡直係一絕。今餐2杯飲品加一個拼盤都唔需要300蚊，就有咁出色嘅夜景，簡直係物超所值。因為當日晏晝嘅時候，我同齋姑都好想睇黃浦江夜景。當時我哋上網 search 過好多睇到黃浦江夜景嘅餐廳，閒閒地個消費都要過千，揾咗好多間，終於俾我哋揾到船長酒吧。喺呢一個可以咁相宜嘅價錢，享受到超靚嘅夜景，可以話性價比超高。又到下集預告，我同齋姑再去步行街，今次坐入去食呢一間春風松月樓，密切期待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我愛你，我愛你。